拍咗翻嚟㗎啦，上次都有出。噔噔噔，呢一個係日本嘅九谷燒啊！九谷燒咧最靚嘅地方就係佢中意用晒紅橙黃綠5隻最原始嘅顏色去上呢個燭彩，每一個燒嘅時候佢去上燭彩，每一個燒嘅時候佢去上燭彩。你知唔知九谷燒？呢個係九谷燒啊 ，OK。咁咧佢上邊咧就係萬壽呢一個牡丹花嘅歷史最耐，亦都係非常之靚，好大咪嘅一個直徑嘅一個水果碟啊，係啦，水果盤。呢個27cm，呢個攞嚟擺生果係超級靚，你睇下佢嗰個叫做靛藍色，佢用嘅嗰個橙色、紅色嗰個牡丹花咧係做晒漸變㗎。咁佢為咗令到佢鎖色啦，佢喺做呢個九谷燒嘅時候，佢每上一隻色佢要去燒一次嘅，佢每上一隻色要去燒一次，就讓呢隻色係深深咁樣落咗佢。九谷燒咧最出色嘅地方就係用5彩嘅顏色上燭彩，令到佢燒嘅時候咧，成隻碟咧睇落嚟咧更加之通透。有冇人中意呢一個？嗱，有嘅話咧，幫我打呢個99+1 27cm。你問我咧，如果我屋企係一個好中式嘅擺設咧，我會放蓮花上去咯，我會養呢啲小金魚喺度咯，即係可能養1-2條小金魚，跟住之後個盤景本身都好靚，作為一個風水嘅擺設又得，又或者你純粹只係覺得佢靚，攞嚟上菜都可以，又或者佢可能係做一個叫做放生果盤都係非常之靚。重點我哋今日拍翻嚟係呢一個超平嘅價錢，大家真係有冇人99+1中意嘅朋友仔99+1啊！哇，仲有師傅印章，係啊，仲有呢一個99+1 Queenie 99+1呢一個今日。呢一個今日真係超大，我話俾你聽，即係你買九谷燒啦。如果你買一隻全新嘅九谷燒啦，呢一隻直徑嘅起碼4位數字，係啦，呢一隻直徑起碼4位數字，今日係半價咯。哇！嘔心瀝血。今日呢一隻係588+1半價。跟住我呢一個跟我翻嚟嘅，因為呢一個九谷燒我唔想佢有任何嘅破損，又或者揩花，我唔會寄啦，我會包實咗同我啲行李一齊翻嚟。呢一隻九谷燒係啦，萬壽嘅呢一個咧，代表住健康，代表住呢一個福氣嘅呢一個叫做牡丹花，係啦，新年上，喂你睇到靚咧，凍起佢588+1，呢個係日本嘅九谷燒嚟㗎嚇，呢個係日本嘅九谷燒。架咧擺喺度當一個裝飾。仲有後邊有呢個刻印係一個老師傅嘅一個手作嚟嘅 ，OK。如果中意嘅朋友仔呢一個588+1直接好大隻啊，仲有9折啊！係啦，仲有9折啊！呢個都有9折啊！真係500蚊多啲啲，500蚊多啲啲，但係你買到個福氣，你買到個九谷燒最原始嘅嗰個老師傅風格，OK。中意嘅朋友仔588+1，588+1。係啦，唔係99蚊啊，大家。係啦，我驚大家以為99蚊，因為佢係九谷燒。九谷燒所以打我哋水旗字頭。588+1，多謝你 Carol，呢一個會跟我翻去嘅。如果你香港可以588+1。好，呢隻要包走。喂，主理人話咧拍多條喎，嚟咯！主理人叫我哋拍多條紅珊瑚，話有人中意紅珊瑚，要唔要拍紅珊瑚喎？中意拍多條紅珊瑚嘅紅加1。有冇人想拍紅珊瑚？有冇朋友仔想拍紅珊瑚？呢條係塔鏈嚟㗎。哇！出嚟呢個都係。係啊，呢個都係琥珀，呢個就比較平嘅琥珀咯。哦，頭先個蜜蠟，頭先嗰個蜜蠟，嗰個實色啲，但係琥珀蜜蠟都係同一科嘢啊。哦，即係琥珀過咗幾億年之後就會變蜜蠟咯。哦，呢條主理人叫我哋拍出嚟嘅呢一條，有冇人想拍呢一條？呢一條係塔鏈，係啦。呢一個亦都係第二個別嘅呢個紅珊瑚，係啦，你介紹啊。喂，珊瑚七爺叫你輔助一下，我自己用一個睇佢嗰個顏色。
係啦，越鮮紅就當然係越好啦，但係呢一個又係第二個，因為紅珊瑚係好似有台灣嘅紅珊瑚同埋有呢個日本紅珊瑚，係啦，咁有兩個類別嘅，咁呢一條咧係淡白紅色，有冇人想拍呢個？想拍呢個打加一都係啦，500蚊拍啊，呢一個500蚊拍紅珊瑚。咦有喎，Gloria 想拍呢個紅珊瑚喎。好，咁我哋咧玩2分鐘啦，好冇？我哋分半鐘時間，呢條500蚊起價，50蚊一 bit，好冇？500蚊起價，50蚊一 bit。我哋首先咧就撳咗去呢個1分鐘30秒先，1分鐘30秒 ，OK。肥肥你帶住條 CC 冇介紹，轉頭介紹先，我哋拍咗條紅珊瑚先。好 ，Gloria 而家開始咗㗎啦 ，OK。靚嘅 Lam Jojo 呢一個1分20秒嘅時候，如果大家想拍，請你打底後價500蚊加一，500蚊加一。如果你想拍呢一條500蚊加一 ，OK 得唔得？咁啊，我哋而家已經開始咗㗎啦。咁我哋剩翻1分鐘嘅時間啦，1分鐘時間睇下有冇朋友仔。我哋其實應該而家先開始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佢哋就係咩？好冇？好。要拍嘅請你打500加一，500加一，咁每一 bit 咧就係50蚊以上，50蚊以上。咁呢一條咧就係天然嘅紅珊瑚，一條塔鏈就係由細到大嘅 ，OK。咁啊呢一個最大嘅 miso 啦，中間 OK。550 Lam Jojo，而家1分12秒，有冇人多過550？有冇朋友仔多過550？係啦，呢一條。係啦 ，Carol 你可以直接打你想要嘅價錢帶走佢。紅珊瑚絕對唔係呢個價錢咯，即係如果我哋大家都有去過呢個珠寶展睇過嘅時候，好600蚊啊 Queenie 而家係600蚊啊，600蚊。咁時間咧得翻53秒，有冇人多過600蚊？如果多過600蚊嘅朋友仔 ，OK， 係啦，請你打。